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1月30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过年以后第一个上班日，市长黄伟哲上午分别伫民治甲永华市政中心举办新春团拜，会中市长除了甲团队互相拜年，呼吁做好防疫保护以外，嘛要求提早启动航海渔防等议题，爱市政团队全面提升服务。伫新年过后的第一个上班日，市府也照常来举办新春团拜。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带领市政团队甲民众拜年。会中市府也特别准备了喙掩甲干洗手，希望互参与的人员拢会使做好防疫的工作。市长也强调，现在喙掩工厂也拢闪亮全开，市府团队也爱伫服务方面闪亮全开。口罩工厂产能全开，我们的服务的机制也要产能全开了哦。所以说大家恢复上班。那我们借着这个春节团拜的机会，第一个向我们的市民朋友拜年，拜个晚年，祝福新年快乐；第二个向市府同仁拜个年；第三个我们还要宣示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谢谢年节期间辛苦执勤，牺牲跟家人团聚机会的各位市府同仁以及各单位的同仁，向他们致意。除了防疫以外，市长也关心这几天航海所造成的农损甲家有的议题，并强调会要求相关单位优先来做处理。对于寒害的部分，我们对农林渔牧的生产，每次都要等发生灾情了才去这个申报，那到时候可能会以多报少啦，或者说这个对农民造成损失。所以呢，我们这次请市府同仁以及农政机关，赶快先主动去了解农民饲养跟种植的情形。那如果到时候如果万一不幸发生寒灾害的时候，那大家去做损害的查估，也比较有一个准据。所以呢，我们希望在这部分能够做到确实第一步抢先一步这个预先部署，能够抢先一步，能够帮忙农民服务，不要造成农民的第二步的损失。那所以呢，我们这部分也希望说政府的服务功能在这个现阶段能够彰显出来。那至于对街友朋友们以及需要协助的抵抗力比较弱的年长的市民朋友们，我们更要邀请，希望我们社会局以及卫生局相关的同仁要主动关怀。这点我们也希望说彰显市府的服务功能是这个预先部署的，能够提供市民最大的服务。面对疫情，市长也希望公务人员会使成为民众的表率，无需要过度的惊吓，但是要适当的自我保护，甲保护其他的人。但新闻国报采访报道。开始市府的服务提升，就是全民的福气。另外，议会一透早，议长郭信良嘛带领这位议员甲议会员工举办新春团拜。会中议长除了祈求议事会当顺利，另外嘛呼吁大家唔通因为武汉肺炎伤过恐慌，爱坚守家己的职务，更加努力为民服务。今仔日是各公司行号开工的好日子，台南市议会上午伫个议长的带领，包括这位议员甲议会全体职员，嘛特别准备青花素果来拜门口，祈求新的一冬议事顺利。将会车内底上门，台南市议会议长郭信良率各议员全体员工并上课。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立行。未来一年，我期许大家能够更加的用心，更加的努力，让别人看得起我们的议会。我们的努力和用心，我相信别人看得到。那最近呢，因为武汉肺炎呢，非常的让国人非常的不安心。那我也希望，应该如果大家在这个办公室应该不会有那么的暴露在外面，不会那么的危险。但是我们也要注意，随时注意整个的动态，随时关心国人以
及市民的健康。那在是今仔日听讲的初六，那9点我来开工，一切拢平安顺遂，大吉大利，大进大乱。接线议长嘛，甲一位议员做伙伫个1楼大厅，甲全体职员来新春团拜，大家互相恭喜。尤其去年台南市议会举办了侪活动，得到市民大力的呵乐。议长勉励全体职员，未来会用更较好的行动来为民服务，成为上接地气的市议会。会后，议长嘛一一发红包给所有的职员，互全体职员领一个好彩头，现场气氛热烈滚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随着武汉肺炎的冲击，口罩的需求量相当的大。市长为贴一套早伫团拜以后，特别来到台南生产口罩相关会当达到40万片的工厂来视察，好让市民唔免惊，供应一定有够。千万唔通为了想要买来买，先让好第一线有需要的医护人员。台南市有6间公司生产口罩，其中为伫北河恒大公司为了防疫需求，提前伫初四请员工转来加班。据了解，该工厂一天会当生产20万片，若是生产线全开，一天产量会当达到40万片。上午市府头一天开工，市长吴伟霆实地视察工厂的生产线。会后表示，按正常的供应，台南市一天会当高达85万片，民众会当安心度过这摆防疫，千万唔通恐慌，嘛唔通过度反应，看到别人买，家己嘛要买。大家可以看到我背后这么多原料，就是厂方他们赶快去调度原料，那确保这个原料供应无虞，那这样产能才能开出来啊。那我们希望说大家。这个在防疫期间要共体时间，很多需求是被制造出来的，很多需求是原来是想要，不是真的需要，所以说我们原先如果照正常的供应来讲，民众可以安全无虞的这个度过这次防疫期间，千万不要恐慌，也不需要过度的这个看到别人买，我也要买2盒来家里放着，这种想法再多生产再多也不够用。所以呢，还是需要说大家一起充分配合。那我们一方面看到产能开出来之后，厂商也陆续把这个生产线开出来，所以供应量每天比每天，今天开工之后，今天开始每天比一天生产的量还要多，所以民众还是可以放心。市长表示，伊特别来看口罩工厂，就是要互民众看工厂对满拢是家己生产的原料，真正唔免买起来扛。而且现在开工以后，机械24点钟运转，供应绝对无问题。会长为了感谢该工厂为了防疫提前赶工，特别递赠2万块的加菜金来慰劳。同时针对网络传出高雄有公司进口无合格口罩，黄伟哲表示，伊将会请卫生局等相关单位严格把关，若无合格认证的口罩入来，市府一定会抓出来。台新闻顾问及何乔芳采访报道。武汉肺炎伫全球一直传，台湾目前已经有8案例，尤其现在阁是年假的尾声，各行各业拢伫初六即天开工。为了避免疫情扩大，台南市卫生局提醒民众特别进出医疗院所一定要挂口罩，并且勤洗手。武汉肺炎伫台湾已经有8件病例。台南市卫生局不敢大意，特别向市民宣导防护的方法，强调进出医疗院所爱挂嘴暗帽以外，另外还要维持定定洗手的好习惯，避免病毒侵袭。我们戴口罩的4个时机的是有发烧、咳嗽、流鼻水、有呼吸道疾病的人；第2个是进入医疗院所的人；第3个是出入通风不良、拥挤密闭的空间；第4个有慢性病的人才要戴口罩。武汉肺炎的话，它是一种病毒所以尽量大家勤洗手，尤其你有出外的话，回来一定要勤洗手。那现在不握手，用拱手不握手这样尽量来减少接触。所以呼吁大家尽量要勤洗手，来可以减少病毒的感染。有部分的民众因为烦恼疫情的扩大，四界采购喙暗仔囤货，卫生局嘛呼吁民众莫恐慌，因为台湾家己生产的喙暗仔有够用。而且喙暗仔有保存期限，买这只是浪费，应该要将医疗资源留予真正需要的人。
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英文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为了回馈社会关怀弱势，商务对家己起家汉堡连锁店特别甲台南大安东百货合作做爱心，除了要招待弱势家庭用餐，嘛捐出100张的餐券。商务市长吴伟铁亲自到场见证，做伙分享这份爱心。虽然开工第一天的天气同款足寒，不过伫台南也有3间的连锁汉堡店，为了关怀社会弱势，特别甲台南大安东百货共同来做爱心。会中除了捐赠100张的特产餐券，由市长吴伟铁代表接收，现场招待这群社会局所辅导的关怀家庭来用餐，场面相当温馨。就谢谢我们远东百货跟乐龄汉堡一起提供给我们社会上弱势的人温暖。那他们提供给100套这个餐券，提供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弱势家庭。那这个时候特别感觉让人家外面天气冷冷的，内心却感觉暖暖的。那将来社会局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活动之后，我们也社会局也能够有更多在社会上有更多企业跟善心人士的响应。那我们社会局也会协助许多弱势的人，他们一方面接下来不久之后就要开学了，不管是开学或者是他们的生活扶助需要帮助的，我们也希望说从结合官方跟民间的力量一起来从事。开春一开始，就让人感受社会满满的温情。会中市长、新任小局长甲所有贵宾嘛，拢共同制作纯天然林林所做的汽水果汁，而这嘛是业者所强调的，食汉堡无一定爱配可乐，而且当纯天然、啉健康，用在地上界新鲜的食材来制作。但乐宁也是一样，不使用浓缩果汁，对，任何东西都是真的。那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的新的门市从 A13开始，我们开始不贩售可乐，所有的汽水都是用真正的蔬菜、真正的水果来新鲜的制作、天然的制作，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切入汉堡，是把一个非常汉堡是一个很简单的产品，但是乐宁汉堡却用很多不简单的方法，把它一步一步的做出来。
会校市长嘛一一分享天然的汽水果汁予在场的民众，希望日后将配合企业共同来做公益，予台南充满爱甲关怀。台南新闻管及何秋芳采访报道。将为车辆是清水祖师圣诞专台开机，是昆山龙山寺嘛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除了安排过汽车平安桥，予信众保平安。另外，还有正桥底祭改平安宴以及摸彩，场面盛大热闹。庆祝清水祖师圣诞，是昆山龙山寺是开百道，宴请有奖、社会贤达以及中官贵宾，做伙来为清水祖师接受。虽然活动当晚天气真寒，市长黄伟铁也是专工前来致意赞助光彩。各位好朋友，我想遮侪好朋友，大家徛伫遮吼，风不跑，因呢是风心跑，所以吼，希望说支持咱清水祖师会当各地在座各位中官贵宾、各位时代乡亲、各交背景的好朋友，拢平安顺遂，大家食平安宴。我想今仔日迎初六啊，所以吼。要祈求大家是鸡鼠年行大运。庆祝活动另外一个重头戏，就是初六这天过汽车平安桥以及两桥底的活动。市长黄伟哲甚至搁连续2天参加，就是希望会当向清水祖师祈求气温从良，世界远离武汉肺炎的危害。这一波的这个感染情形不要再恶化下去，因为疫情传染，现在还没有到最高峰了哈。那我们希望这个高峰赶快过去。赶快让民众这个生病的人少这个治愈的人多那这在疫情在台湾不要再继续传播，然后呢，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大陆也希望说这个疫情赶快过去让民众赶快生活恢复到正常的轨道去这是也是跟一方面我们自己本身要做好防疫的自我保护跟准备，另外一方面也希望。神明也保佑，所以呢，一句话说，马爱行，马爱行，这自我这个天助也要自助。站呢是迄个平安宴，平安宴的时阵，迄落了后，佫有祝寿，咱市长然后有暗时3点时阵来咱庙里有来跟祖师公祝寿，神煞然后伫遮发一寡遮的迄个这啥平安面都是面一寡遮下礼物，或者所有信众会当过一个平平安安的年。尤其今仔日过这平安桥，拄好咱这个武汉肺炎正咧流行，会祈求讲咱这所有的咱这信众，咱来过这平安桥，在新的一年，会当平平安安、顺利利大赚钱。自迄个初开始，就有一寡活动到有今仔日正的初六阮早时咱吴主委甲遮各位委员拢来伫庙里来服务大家过平安桥。伫初六当晚，庙方阁会安排康乐表演以及摸彩活动，欢迎信众踊跃前往看热闹、摕奖品。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这条是陪考上车看到一病，不管是进前学生大考压力大，还是即阵过年困眠无够，拢可能阁压起来。对此，陪考医生建议，生条上好也是爱看医生，唔通乌白抹药强加会留疤痕。痤疮是皮肤科常见的疾病之一，伫12岁到25岁之间，大约有高达85%的人有无共程度的痤疮困扰。虽然大部分的人随着年纪的增加，会渐渐来改善，因此请便好咧来治疗，或者是家己使用无适当的药物，留下了后续的疤痕。青春痘大概很多，几乎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都一定会有过或大或小的困扰。那我们其实我们一般是称作痤疮。那基本上很多，因为这个青春痘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疾病，很常就是患者就会自己在外面接受去买一些，比如说痘痘贴片啊，或者是甚至还有听过病人他跟我说他用沙龙 pass 来贴痘痘的。所以其实会有非常多就是不是真的正规的医疗上面的一个治疗来使用在痘痘上。那
我们其实医师最怕的其实就是病患错失那个治疗的良机啦，因为有时候他就会一直拖，那蛮常会听到带小朋友带小孩来门诊的一些家长就会说，他本来就觉得，这个应该长大会自己好，但是可是他却没有越来越好，反而是越来越糟糕。那这种越来越糟糕的状况，其实很容易后续就会产生一些痘疤的情形啊。那这样子的痘疤其实才是我们后续会比较困难去处理的，主要是因为痘疤的话，你一旦皮肤的表层一旦凹陷下去了，其实你要到恢复到整个平坦、整个光滑的话，其实是有一个一定的难度的。当然，其实我们现在的医疗还是技术还是很进步，除了一些口服的药物，还有外用药膏来治疗以外，其实还有包含一些美容的、雷射的治疗，其实都是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疗效。痤疮的成因大部分拢是皮脂分泌过量，或者是毛囊开口异常角化甲发炎等。尤其最近武汉肺炎，侪人拢会挂喙罨，不过皮肤科医师也是建议，喙罨挂几工，也是要注意面部的清洁。青春痘的话，基本上我们常常病人会问说哪些的恶化因素它需要避开啦。当然，像过年大家熬夜啊，或者是刚好年前学生族群的考试都可能会有熬夜的状况。熬夜基本上容易让青春痘会恶化。那包含一些饮食，目前是认为一些高升糖指数的饮食，像比如说很多人很爱喝手摇杯啊，吃一些蛋糕类啊，那些比较高升糖指数，这些都很容易让痘痘恶化。那另外就是近来就是武汉肺炎越来越严重啊，所以其实大家都会呼吁，就是出门公共场合都会需要戴口罩。那其实口罩一旦戴的比较久之后，其实它还是会造成皮肤的油脂分泌也是变多。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如果是需要工作上或者是平常出入环境需要长期久戴口罩的人，其实也会让他的痘痘会容易会有恶化的一个状况。所以在这个情形下，还是会建议大家，如果说皮肤本身油脂分泌比较多的话，其实你的口罩还是要视情况适时的一个更换，不要说可能一个口罩就从早戴到晚上这样。痤疮的治疗会当单纯使用外用的药膏，或者是合并口服药物来治疗。外用的药膏有外用的抗生素、外用 A 酸，而口服药物包含抗生素、A 酸加荷尔蒙疗法等。民众千万嘛袂用家己胡乱食，一定要经过医师的指示加后续的追踪。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82岁的刘诗婷因为介啉茶，互伊想要家己经营茶馆，不过毕竟创业无遐尼简单，所以透过申请劳动部微型创业的贷款，除了有充足的资金，嘛有专业的顾问协助加风险的评估，互伊开业以来减少行冤枉路，业绩愈来愈好。今日店内是用简单的空间设计，打破一般人对茶馆的印象。而这间茶馆嘛是目前台南为紫麦有机乌龙茶甲红茶专卖店。头家是80年厝的刘诗婷，因为泡茶泡出兴趣，希望互更较侪人认识台湾茶好，所以申请政府专业贷款，放弃原本设计工作，专力来经营茶馆事业。在这方面，可能我们对很多事情不需要思考太多，但是最重要的是，在评估风险的时候，要有具体的数字的考量。那在这一部分呢，我在写创业凤凰贷款的时候，其实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因为我们在将脑袋的构想化成具体的文字的时候，我们还同时需要去评估我们要如何去规划这些贷款的运用跟还款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有更明确的执行方法跟策略，甚至能够对风险有一个更明确的规划。虽然一开始经营人客无济，这2档拢了钱，不过伫伊的坚持之下，后来甲创业顾问讨论评估风险、调整行销以后，才慢慢拍开知名度。开始创业需要充分的财务甲人脉，所以建议想要创业的朋友会当多多利用政府的资源。劳动部微型创业贷款最高额度已经有200万的额度哦，那包含6大特色低利率、免担保人、免担保品，然后前2年的利息全免，然后有免费的创业课程以及创业的辅导，然后欢迎有兴趣创业的妇女以及中高龄者都可以来善加的利用。
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即马看到愈来愈侪人愿意来店内品茶，互泡茶不过再是老人的专利。刘水婷讲，确实真有成就感。等新闻君及何强邦采访报道。我在天气如何？下面做回来关心。明仔是好天，有时这份天气，温度11度到20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介绍是看1月30号的中间台电新闻，咱再会。